復活節聖經故事。嗱，我錫邊個，邊個就係耶穌，你哋可以捉住佢。請拉比安。朋友，你要嚟做嘅事就做啦。你係咪猶太人嘅王？你講得啱啊。咁樣大家我要點樣扮呢個耶穌啊？釘佢十字架。士兵戲弄耶穌，戲弄完之後就將佢脫咗袍子，仍然穿咗佢嘅衫，帶佢出去要釘佢十字架。跟住耶穌就去咗一個地方叫各各他，即係髑髏地。耶穌就喺嗰度準備釘十字架。當時有2個強盜同佢一齊釘十字架。我嘅神，我嘅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跟住耶穌就斷咗氣。有位門徒用乾淨細麻布裹好耶穌嘅屍體，安放在自己嘅新墳墓裏邊，然之後用石頭封住墳墓，有士兵看守。第3日有2位婦女嚟睇耶穌嘅墳墓，天使就同佢哋講：唔使驚，我知道你哋要揾耶穌，但係佢唔喺呢度，佢已經復活噶啦。願你們平安。你哋點解愁煩？點解心裏起疑念呢？你睇我嘅手腳，我係有肉有骨噶。耶穌受害之後，顯現咗40日俾佢門徒睇，然之後同佢哋講：你哋要作我嘅見證，直到地極。跟住就雲彩接走佢啦。耶穌曾經講過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你相唔相信呢？故事完啦，願主祝福你們。